台湾电视金舞台元宵节目真精彩。竹南中港自如宫实况录影转播中，互恁观众开眼界，节目热烈又精彩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金舞台呢，今仔日是173集的播出，为着要互观众朋友呢换一个口味，所以今仔日阮专工来咱竹南中港自如宫来现场录影。今仔日的金舞台有一点真久哦。若是土话呢，叫做外台。这款的外台呢，甲别款的外台是无同款。那阮电视的外台呢，不但这个台前台后真认真，而且呢很精致，伊个热烈。到底是啥物款热烈法呢？等下恁慢慢观赏就会知影。首先哦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界热烈的一阵姊妹花。对，舞台顶若真两个。算无热烈，也若买落一捆啊，5个才有热烈。那肉粽呢，安尼就喜喜着啦。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爱情的白贼话，咱掌声来欢迎红星特工队。谢谢。新歌里，握手，咱们来猜拳。石头布呀，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 我家当贵宾，青菜的萝卜
赚着钱，要予妈妈、爸爸过着好日子。不管好天还是落天，辛苦陪我唱歌到半暝。开车是过去赚钱，爸讲出艰苦一年，爸爸我爱你。虽然这是命运来去，注定阮是生活在一时，我有勇气会当改运气。如果以后若是赚着钱，